凯凯命案继续开庭，结果年保大酒所反口经全部认罪。医生认为凯凯在生的时阵受到精神的凌迟，冇可能让人性虐待。一个乌克兰的记者和罗西亚甲凌迟死亡，根据了解，伊互人管的时阵是消散落魄，这尸体也看到骨头趾气，也有电击的分裂。台湾这个立法委员这礼拜去到美国来悄悄推动避免台美双重跳水法案，参议员施伊有意思来台湾，要来了解咱的政治历史。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4月30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英。头起先要来关心的，就是一场俄乌战争的悲剧。这是一个乌克兰的记者罗什奇纳，伊伫2002年的时阵呢，去到南部来采访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这个新闻，所互罗西亚的军队甲掠去，而且伫2023年的8月，是伊最后一届听到伊的消息。了后，伫这过了一冬，这罗西亚就通知讲，这个记者人已经过身去啊，而且刷了。过半冬了后呢，今年2月，也就是双方咧交换遗体的时阵，才对一卡写无名的男性这个尸体的地下内底来找到这个记者。根据了解呢，这个记者伊互人管的时阵是消散落魄，敢若剩30公斤尔尔，而且对伊的尸体甲看过去，也阁有骨头趾气，甚至是电击的分裂，这是互人看到罗西亚粗残的手段。罗西亚国攻击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造成一个69岁的负责人死亡，23个人受伤，其中包括4个囡仔。欧洲上大的核电厂就伫扎波罗热。俄乌战争对2022年2月爆发了后，扎波罗热有2/3的领土拢予罗西亚占领。2023年的热天，迄当阵才27岁的乌克兰记者罗什奇纳，就伫核电厂附近予陆军逮捕，一直到今年2月，乌克兰伫和罗西亚交换750具士兵的遗体的时阵。才发现讲，写查甫人这无名尸的地下内面底竟然是罗什奇纳的遗体。乌克兰检方初步鉴识，这罗什奇纳的尸体，规个已经淹死化，或但是长时间拢伫真焦燥，也是无通风的环境内面，而且规身躯真侪所在拢骨折，头脏红剃了了，有真明显红电击含烧着伤的热，颔管含喙齿骨拢断去，一寡器官包括大脑、目睭仁含脑后拢红北走，推测在生的时阵，互陆军实施严刑。Бо всі, хто знають Віку, розуміють, що вона до останнього просто гризла землю, ховалася, я не знаю, нігтями в асфальт, але намагалася вижити. Тому дізнатися про те, як її вбили, зараз одне з найважливіших питань. Дякую. 另外，和罗什奇纳做伙互陆军关伫秘密监狱的东潘讲，关因的环境是有够歹。罗什奇纳因为互6个政府部总的经纬看守，定定拢真惊吓，嘛因为我这物件抗议，体重降到剩30公斤。乌克兰政府讲，因估算已经有超过16000个平民变作亲像这种的受害者。到2024年9月的统计，嘛显示至少有15个独立记者和新闻工作者伫俄罗战争内面死亡。公司新闻新闻部的编译。再来看2当前伫澳洲有发生一桩命案，这是一个新妇呢，伊穿真有名的牛排要来款待伊的大家官，也毋过在牛排内底煞放一种有毒的这个菇类，而且呢一顿饭食煞，这3个人的命全安尼休去。这个案件即马已经开始来审理，若要有结果，上无就要等5至6礼拜的时间。伊做起来只高港有名的好食米威灵顿牛排，即马竟然杀死人。澳洲法庭目前正在审理一个案件，引起各界的关注。一个查某人派特森伫2023年7月一天中昼办家庭聚会，特别准备威灵顿牛排，请大家官和大家小妹因翁仔某拢总死的人食饭。但派特森疑似伫牛排内面放致命的成分死无高，造成大家官和大家小妹死亡，唯一一个活过来的，嘛带因2个月。Devastated, absolutely devastated. Him and Heather were soulmates. They did everything together. I sat here crying. I'm going, it just can't be true. And I'm praying hard for Ian to survive. 调查发现讲，派特森已经分居的翁，本地嘛拍算要参加参会，但是路尾无到场。派特森放伫牛排内面这死无菇，是世界上毒性上强的其中一种菇。伊的毒素会造成人的肝和心拢衰竭，落尾休克甚至无命。
只要无细日去食到一类，就有可能会死亡。检方以3项谋杀的罪名起诉派特森，但是派特森并无认罪。辩方的律师讲，派特森并不是故意去杀大家官，伊进前对因翁的厝内人是真友善，而且伊家己嘛有食这有毒的菜，嘛有出现无爽快的镜头，只是无其他的人遮尔严重。根据检方出示的证据，派特森伫代志发生前几天，捌伫网络顶员讲，伊使用实物的打扫机，甲蘑菇烘互打变作粉，嘛甲粉放伫所有的食物内面。伊的手机啊数据嘛显示，案发几工前，伊捌去到毒蘑菇成长的区域，看起来毋是像伊讲的是伫亚洲食品行买的蘑菇。这个案件审理期嘛引起外界的关注。澳洲广播公司佮推出 Podcast 的节目来讨论这案审理的过程，嘛有人做纪录片分析案情。15人的陪审团已经选出来，审理案算持续5到6礼拜。公司新闻优派准备了。国内消息要来关心的是，宜兰太平山森林游乐区宜泉1线7公里的所在呢，有山徛放弃，这深度大概是10层楼，而且就连路基拢已经流去啊。即马园区为着游客安全，已经甲山顶600多个游客疏开，而且已经先关门，按算5月初6才会搁再重新开放。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车路呢，已经凹一空去啊，剩一边的车道咧行。林业署宜兰分署表示讲，这搭凹空呢是对去年空雷风台就已经发生啊。迄当阵呢是有先处理过，也毋过呢，今仔日巡查人员经过时阵，发现这当地呢连路基嘛流去啊。嘛因为明仔载开始可能就会落雨，所以太平山园区是先休困，按算5月初6才会重新开放。另外来关心的就是全国大罢免的基隆市民政处长张延祥，昨是裁定40万来交保，伊嘛来承认家己呢是有违反个资法，也有伪造文书，用这种方式帮助国民党来冲连署的人数。今仔日这张延祥是请示核准，也那民进党是怀疑讲这伪造事件的背后呢，可能是有大官咧甲指示。基隆市长谢国良是强调讲，伊家己对法律是真清楚的。全台大罢免退休，那也以罢制罢，要罢免民进党基隆市议员陈文典甲刘志豪，所家己涉嫌伪造文书案，检方侦办基隆市民政处长张延祥，亲像非法利用行政系统构筑协助罢免议员的联署，连夜质疑有更较高层的主管涉及在内。在谢国良市长主政之下，为台湾的地方制度史、民主政治的发展画下最黑暗的一页。你完全不知情，那你就是昏庸；如果你知情而不制止，那你就是共犯。对于一些刑法的构成要件，我是相当清楚而且谨慎。伪造文书罪，虽然是5年以下，但是公务人员有可能会有1/2的加重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能小觑。张延祥因为先前违反个资法甲伪造文书，离到半暝啊，方裁定以40万交保，30下昼请示核准。只是随着调查因为罢免对立严重，加上若被处理着的开导活动，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伫中常会阁一次表示台湾民主自由的可贵。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醒执政党爱重视台湾经济的大风暴。台湾在绝大多数的国际评比都是完全自由民主的国家。黑的讲久了不会变成白的，但是仍然有可能会因此混淆视听。执政党有责任把事实、把道理讲清楚、说明白。放国人一马吧，我们大家坐下来，朝野共同来面对所有国内、国际的挑战，关税战、汇率战、美债的议题。我们愿意坐下来跟总统来共商国事。朱立伦表示，6月恐惊会面临美债危机，同款为应应国际经贸局势。赖清德呼吁朝野支持行政院4100亿特别条例，那支持出口产业也稳定民生物价。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姓刘的年某姐妹仔呢是涉嫌甲开苦毒死亡，台北地院继续开庭来审理，结果呢，这个大姐煞来反口供是全部拢认罪，伊嘛当场来回实的。不过一寡虐待行为伊是无要承认的。另外呢，这出庭的医生是认为讲开在生的时阵可能是受到精神的凌迟，嘛有可能是互人性虐待。警备车开到位，民众是大声骂。台北地院搁再开庭，审理4楼共个囡仔的姊妹仔涉嫌甲10甫囡仔开虐待死的案件。
现在突然承认了，就是因为有专业的出来打脸他了啊！不用问，这就是鳄鱼的眼泪。对于他自己的行为是有后悔啦，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不能轻判他。被告这个老蔡选甲前几天口径拢还口径，得到起诉罪名是全部认罪，承认讲有伤害、无该照顾、无饲囡仔食物件，造成营养不良。讲我是毋是虐待致死，更加伊都哭出来，讲家己本来真介意开开，尾也是失去耐心，造成遗憾的代志。当场有讲一声失礼，不过议员讲无甲拍，无甲讲头拍面。最后个法问，目前在审理中。30出现伫法院的要台大病院精神科医师柯岩南将罪鉴定人出庭，因为凯凯在死前受到精神的虐待，得到抑郁症，怀疑有方性虐待。觉得凯凯是被虐的吗？凯凯敢若受到性虐待，早伫前一天开庭，相关是鉴定人的医师入入，就做出相关的推判，更加研判凯凯骨身躯42个伤势拢是受虐待造成的。伤势里面，我们看到大概是对数一数二的。虽然心里觉得有很多的这个不舍跟同情的部分，但是还是不影响我们专业的判断。虽然引起社会真大的注意，这个加害者的法服辩护律师也因此受到部分网友批评。全律会的角度而言，我们必须去尊重全体律师他所正当执行职务的这个权限。全国律师联合会甲台北律师公会真罕的发声明回应，呼吁各界爱尊重律师履行专业的职责。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5月7日劳动节啦，咱拢知影讲，在台湾的劳工呢，平均的工时是真长，这是排世界第6名，而且是亚洲第2个。也若凯德明仔载是会来举办游行，估计是有5000人会来参加。今仔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是来招调野的党团来协商纪念日，也佫有祭日的实施条例的这个草案。也毋过呢，说因为无共识，所以一寡关键条文是全数保留。挺劳工不劳权。外口号表达诉求，5一劳动节就要来啊！民众党团早起是会同工会团体召开记者会，台湾专科护理师产业工会是正叮当提出呼吁，希望较紧加3班护备变入法，守护医疗体系上尾的防线。每个月我们都在看到我们的单位及医疗现场都有许多伙伴离开我们，我们呼吁政府立即行动，推动3班互并比入法。民众党团批评讲，台湾关工时、加工资的状况拢无改善，台湾劳工一天平均工时，2024年已经来到2030.4点钟，是全球第6名，亚洲第2名。几十个工会和 NGO 团体发起的联名组织5一行动联名，5月7日会伫凯德办反霸凌爱保障大游行。劳团今年是提出反霸凌、降低工时、限我7天假等7大诉求。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在治安法的修法上面，其实放入了这个霸凌防治的专章，那就是希望去回应，其实这段时间社会对于霸凌议题的期待。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下晡嘛调集调野党团协商纪念日和节日实施条例草案，不过针对应该甲对一寡日期定做纪念日和节日，另外敢应该放假等等，调野立委拢无达成共识。我们要加入一个12月18号的国际移民日，表达对多元文化的一个尊重。你在放假的天数上面你有意见那就算了，但在其他技术性的条文上面你也每一条都有意见，那其实是我认为只是徒增修法的困扰了，那就只好交院长协商嘛。另外，若是修法3读通过了后，法案应该对当时开始施行。内政部商务处长吴东安讲，照管的所有新增加的纪念日也是节日，拢是伫公告了后，隔年的1月7日生效。不过，国民党团认为讲，应该有劳工休假的权益，伫法案3读通过了后，就应该随施行。不过，对这调野落尾嘛是无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这公民的身份竟然是会当用买的呢。来看这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南边有一个国家叫做马耳他，这个马耳他呢，因是有一个黄金护照的制度，也就是讲外国人只要落60-70万的欧元，差不多是2000多万的新台票，安尼就会当来做马耳他的这个公民，而且摕到因的黄金护照。嘛，因为这马耳他呢，就是欧盟的会员，所以摕到这本护照就等于是会当自由来处理
新军地区，另外买当伫当地徛起，也有找头路，甚至也有通参加投票。这款的制度虽然讲替马耳他赚真侪钱，嘛毋过呢嘛得替这个欧盟带来安全，也有洗钱犯罪困扰。欧洲联邦法院伫4月29的时阵判定马耳他违法，理由就是因为因家摕到国籍变做是商业式的交易。这款制度若准无赶紧废除，就安尼对该罚款。 And thus amounts to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grant of the nationality of a member state, and by extension that of union citizenship, the Republic of Malta has faile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s. 澳洲人民法院伫到判定马耳他的黄金护照计划，甲国籍当做商品来卖，好野人这边投资至少60万块欧元，也是房地产就使做马耳他的人民，真理享有欧盟公民身份甲权利，这写了欧盟成员国中间的互信，违反欧盟法律甲义务，要求马耳他随来终止，若无会面临相关的欧盟罚款。另外，这个黄金护照有可能会造成洗钱、贪污甲安全的问题。马耳他伫压力之下也已经修法啦，甲国籍的取得改做将1万来。也毋过欧盟执委会2020年又原甲马耳他告上法庭。不过马耳他当局讲，这计划为国家带来超过14亿欧元的收入，伫新冠疫情期间支持当地经济。2020年，俄罗斯甲乌克兰开战以来，也配合欧盟的制裁，暂停俄罗斯甲白俄罗斯人士的申请。对着被判违法，马耳他前总理穆斯卡特认为是政治性的决定。相信这样计划即要小可做一个修改，也是会使继续来进行落去。伫欧盟压力之下，原本有黄金护照制度的保加利亚、塞浦路斯这国家前几年也拢动起啊，无安尼做。马耳他是即阵欧盟最后一个也有这项计划国家。伫2019年前后的金融风暴时期，欧洲多国拢捌推出相关的制度，吸引外资来疏解财政困境。不过，西班牙、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这国家，因甲黄金护照无同，因推出的是黄金签证，也就是讲，投资满足一定条件了后，会使慢慢处理永久的居留权。外国投资者用伫当地长期居住工作，搁再进一步申请规划成做公民。不过，这也增加金融犯罪，另外也造成帮务无够这问题，均面临真大的紧缩压力。广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台湾有7个跨党派的立法委员，这礼拜是去到美国，为着关税政策甲执政党的参议员来见面，就是为着要来推动避免台美双重课税的法案。继续来关心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华府的报道。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7位成员，29今日美国国会会见参众两院4位议员。共和党新科参议员是以会中提出访问台湾的规划，伊是海豹部队出身，更加关注台美国防交流。It's important we have strong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the military there. That's a hugely important trade corridor, the Straits of Taiwan. And obviously, it's a massive trading partner for u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our semiconductors and computer chips. So it's important we maintain strong relations,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do. 共和党内对川普政府假讲，定提出无共意见的参议员兰克福特，也伫家己的办公室招待咱国的立委。众议院方面，国会台湾联署共同主席贝拉、加迪亚斯巴拉特，跨党派联手会见台湾立法院3党立委，加驻美代表吴在雷。除每回国会交流的必考题国防安全，这回我方代表也力推避免台美双重课税法案，希望参院议员能够支持，让台湾熬过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台美快速上重税收减免法案已经伫美国众议过关后一步，等待参议表决，才会当送到总统川普手中签署。咱国立委认为，这项法案涉及台美的对等关税谈判，避免双重课税的问题啊，因为这个也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跟美方之间的谈判，还有如果说希望有更多的这些到美国投资的这些项目或者厂商，我们刚才沟通了一些，不管是避免双重课税，现在在参议院最后一里路那以及台美之间军购的议题，以及台美合作训练的议题。立委访问团后手3日，除了继续国会交流，也会拜会行政部门，甲华府地区为国防国经贸甲美国交换意见。公视国际记者采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上任满100天，伊上届满意的就是移民政策。今年3月，互人掠到的非法移民人数呢是历史上届低纪录。另外呢嘛，因为这移民局是派便衣人员来执法，所以一寡移民者烦恼，互伊赶出境，转伫社区内底来组一个巡逻队做报备啊，就是为着要闪官方的人。
移民政策因讲宣布去年竞选上重要的指标，也是伊上任以来上骄傲政策之一。伫上任100天的庆祝活动上，川普侪摆讲到这方面成果，毋但加强管控南方边境，也甲大量移民掠起并且遣返。美国多年以来移民政策伫个手内完全是无同，不过真侪移民已经伫美国生活半世人啊，甚至生养下一代，向向转变，互因感觉是真惊吓。Pero cuando empezó Trump, sí fue de miedo para todos porque él hablaba mucho y imponía mucha deportación. Entonces, una de las cosas que decíamos, pues ya hay que, y de hecho muchas organizaciones decían, pues hay que tener como que cosas preparadas. 伫加州洛杉矶圣地亚哥这城市西区社区民众因为惊互带走，自发性组成巡逻队，因每天定点巡视社区，了解是毋是有意思执法部门的车辆甲人员出现。因讲官方伫便衣执法时，定来开特定型号的车，并且伫车窗搭有设防过日头的纸。If we do see ICE activity, the goal is to inform the community so that the community can defend itself. We'll be there to help defend the community, and the goal will be to make sure ICE leaves the neighborhood without kidnapping anybody today. 除了伫境内加强执法，伫美国墨西哥边界围墙最近也加装一盏有刺的铁网。执法人员讲，只袂掠人了，佮放人，而是甲因遣送转去美国。We are no longer apprehending and releasing back into the country. We are now apprehending, processing them, and sending them back to the country of origin. 边境管理局伫过去4年，每个月平均掠15万外人，今年3月只有7000外人，是2000年以来上低纪录。川普政府以此来证明严格执法有效。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是讲，伫过去100天掠到66000人，其中有真侪影响公共甲国家安全的罪犯。公视新闻由派顺编译。18世纪完工的意大利罗马特雷维喷水池呢，逐冬拢会请900万人来甲观光。风声讲，等2个金角啊落去下弯，安尼就会当找到正缘，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一个有意思而且建设也真有路的喷水池。脚只向喷泉，目睭刻刻下弯，再个用正手把金角为倒边的金角等去后壁。若是金角落落意大利罗马特雷维喷泉内，未来就当搁再重回这个永恒之城。虽然是团水，毋过有较浪漫的讲法。等2个金角会找到真爱，3个金角就叫做连理。所以，逐工吸引1万至万字的游客来访。毋过去年12月底重新清洗整顿了后，即摆游客人数每一个推出上济限400人。Je l'avais fait il y a 40 ans et je suis revenue aujourd'hui, donc c'est bon. 特雷维喷泉伫18世纪完工，伫这进前，特雷维是罗马高架水道、维尔哥水道的尾站，伊的作用是运送疫苗水。运送400年后，有文艺复兴运动，罗马则开始伫水道的终点建造大型的喷水泉。特雷维喷泉为1732年开始兴建，除了巴洛克建筑。雕像甲喷泉拢是重要的特色，精密的水利系统融合古代建筑甲现代工程，真使人赞叹。1998年整修的时阵，也个全新的抽水毛达。La Fontana di Trevi è sempre funzionata con acqua diretta, l'acquedotto vergine, sino ai primi anni 50, quando si è incominciato ad usufruire e pensare che forse il risparmio dell'acqua era fondamentale. E sono state montate le prime pompe a ricircolo. 特雷维喷泉会当24点钟持续运作，是因为伊有2个循环泵浦，每秒会当产生126公升的水，这是经过精确计算，才会当互特雷维喷泉产生亲像水墙的效果。负责监控的工作人员讲，水量较少一丝也是加淡薄拢袂使。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图，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